大头吗？아주 시주엘이야. 슈베기에 당하죠. 首 어, 先要问候春季春春季晨模课程的所有与会大众，问候大家身体健康，还有网络网络上的所有的发友们啊，首先也问候各位这个身体健康，还有这是藏历木龙年的这个新年。那么借今天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一声，所有的对于所有的藏族同胞们，还有所有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啊、这些朋友们，问候大家这个藏历的木龙年，大家新年快乐！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切顺利，一切障碍逆缘都能够平息，那一切的顺缘呢都能够任运而成。那么之前几天的课程呢有一些跟动，那我大概是从这个初一的时候吧，就这个感冒比较严重，在之前就有一些感冒，但因为没好，所以就是没有时间很好的休息，所以后来，总之就之前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吧，总之就感冒也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然后之后大概是就这个受凉了，所以结果就更严重了。在之前几年，不是有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得了这个新冠疫情，当时这个还没有像这前几天那么的严重呢。所以平时呢，我新年都会写一些东西，但这一次的新年呢，根本没办法写什么了。但或许也是件好事吧，就是生了病，算是这个除障吧。所以因为几天生病，所以总之就没有办法上课，所以也跟各位说一声这个抱歉。那么今天呢，开始就继续的上课，继续恢复这个课程。다다 라방을 주비지르 나방라사디. 지준 잡아 겐쟁게那么 제베게. 之前有提到过，至尊扎巴讲zen的这个注解当中有提到5种义，其中的4个部分。那
就是至尊扎布讲曾他所说的内容哦，大概讲过了。那么它的第5个部分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简略的讲过，但是在我这一次呢，就比较广的做了一说解说。但总之呢，这部论呢，就施事法50颂呢，在上一次课程中也有讲到，就是希望透过这5个总义哦来讲的话，那大家会比较容易记在心中，比较容易了解。那前面4个部分呢，大概简单的前2堂课讲过了。那么今天就进入到就是施事法50颂它的正文，就是这部论里面它主要的内容了。进入这里面的解说。那么首先，这部论里面呢，就是义师的礼敬，就是礼敬薄伽梵金刚萨埵这么一段。所以这句礼敬薄伽梵金刚萨埵，所以这是义师的一个礼敬，所以当时就是仁钦桑波这位大义师，他的一个礼敬。所以是他加上去的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并不是当时这部论的本来就有的一段文字，并不是。所以这段文字也称为叫做礼敬文，或者义师的礼敬文，或者叫义礼文。总之就是义师他所做的一个最开始所做的一个礼敬文，礼敬。在早期就是藏族义师们将佛典翻译成藏文的时候，他们呢会仿效印度的论师在著作的时候，先向呢自己信仰的这个本尊会做这个礼敬。比如说，当时印度的论师，如果他们信仰的本尊是文殊或者是观音，他们就会写说，最开始就会写说礼敬观音或者礼敬文殊等等。所以呢，早期的这些藏族义师们也会仿效印度论师著作时候有这样的礼敬文。之后呢，更严谨比较就经由藏王还有大臣他们的还有义师班智达们，他们开会讨论，然后就配合这些经典论点这些等等典籍内容的这个不同，所以在开始的这个义理文字上就确定使用不同的礼敬的文字字句。举例来说，像律典开头呢是礼敬一切智，那么小乘经典翻译的时候开头就要写礼敬三宝，这样会比较好。那么当翻译是大乘经典的时候，开头最好写的就是礼敬佛菩萨。那么如果翻译的是这个论典或者说阿毗达摩这些典籍的时候，开头最好写的就是礼敬圣文殊菩萨。那如果翻译的是密续，开头最好写的就是礼敬秘密主。所以这就是当时赞普就是藏王还有当时的相关的这些大臣们还有义师班智达们，他们在经过了就是讨论，就是像现在所谓的开会讨论之后，所以制定下来所以要厘定使用的这个文字。总之，这些文字呢，
主要就是配合了这个符合这个是经典呐、律典呐、还是论点呢的内容啊而有不同。所以当后人在阅读这部典籍的时候，一开始看到如果是礼敬一切智，那马上就知道它是属于律典。如果看到开头是礼敬三宝，那就知道这是一部属于这个原始佛教或者说小乘的这样一部经典。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藏王的律法所厘定使用的这个文字。过去呢，葛西波多瓦大师他曾经说过了相关的这么一段话，他就说律典，他就说过有关律典这个和密续相关的一段话，他就说律典他为什么开头会写说要礼敬这个一切智？他就说，因为律典是一切智也就是佛他唯一的这个行径，也就是说，戒律呢最维系的戒律是佛才能够制定的。他说，就连实地的大菩萨也都无法制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律典最开始会礼敬一切智，就是礼敬佛。同样呢，他也解释说，那为什么在密续，他就提到说，密续的典籍它是这个秘密的修持来进行而能够成就，他们不是公开做修持的。所以大乘密咒的行持是以秘密修持来进行的，非公开做修持的。所以因此说要礼敬的就是这个秘密主。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大乘的这个密乘就是大乘密咒的这个行持应该是要秘密的这样来做修持的，它并不是公开的来做修持，尤其是对于那些非法器的弟子来说的话呢，这是不行的。所以种敦巴大师也曾经说过，不用说别人了，对于在一个坛城当中，在同一时间中的两个行者，就是同时得到这样的灌顶，就是在同一个坛城当中，同一个时间中的两个行者，就是得到这样灌顶的两个行者，当要为他们教授同一部序典或者成就仪轨的时候，也必须分开教导他们，就是分开的为他们讲说。所以如果也同时教导他们两个的话呢，这也就是不符合这种秘密教授了。所以你看是很严格的，就算是这样两个同一个坛城当中同一时间的，这样可以说是法友了，同时接受这样的灌顶的这样的行者，当一位上师要为他们两人教授这个序典或者成就仪轨的时候，也必须是要各自分开的为他们讲说，所以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是要非常秘密的、非常严谨的、严格的来讲说，就是密法的教授是非常严谨的。过去种敦巴大师那个时候，在教授这个密乘，就是到当时的，就是阿底峡尊者还没有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是有很多这种错误的修持密法的情况。那后来阿底峡尊者到了藏地之后呢，就稍微
这个导正了一些乱象。但当时呢，还是会有，比如说上师呢会把很多人呢招来，然后再公开的教导大家，比如说这个密集金刚，比如说上百人，甚至上百人哦，来讲解这个密集金刚这样的密续。当时啊，仲敦巴大师应该是他吧，他就有这样子就骂了，他就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放逸的、非常不小心、非常无理的、非常不好的一种举动哦，是非常不对的一件事情，就指责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的噶当派哦，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密乘的修持是非常严谨的。过去噶当派的这些呃格西哦，或者说善知识，他们呢都是秘密修持这个密乘的。他们呢也不会在众人或者别人的面前哦，表示出他在修持这个密乘，是不会的。比如说，甚至连这个结手印吧，他们都会是在隐藏着。譬如说，在这个布哦，僧众不是有红色的披肩吗？都会在披肩里面啊结这个手印的，不让别人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他们用餐的时候，比如说也会有一些结手印嘛，就连这些用餐时候的手印呢，他们也都会是在这个披肩哦下面做手印、接手印，就担心别人会看到，被别人看到他在结手印。所以不会像我们现在啊，大家这个结手印好像在要表演给别人看一样哦，甚至还怕别人看不到，要做的特别的，那个转的特别的大，绕的特别的大。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过去这就是真修密乘的人哦，是这样非常的低调的，非常的秘密的，非常低调的在修的。那么总之，这里我们看到，是向这个金刚萨埵来做礼敬，所以应该呢，指的就是向密续的这个教主金刚总持礼敬的意思。所以这里我们说向薄伽梵金刚萨埵做礼敬，所以总之这里薄伽梵这是一句梵文，就是印度的一个习俗哦，像他们对梵天呢做帝释，或者对帝释天，他们也会尊称他们为这个薄伽梵，也就是世尊。所以总之，藏文呢当中，他们没有直接做这个音译哦，他们翻译成中颠颠，就是又翻叫出有坏，就主要为了跟这个薄伽梵有一个区分，所以就翻译成中颠颠。就是只有这个中颠出，就是有出有坏，它没有这个出这个字哦，出就是出世间的意思，只有有坏这两个字。所以总之，这每一个字它的详细的意思呢就不多说。那么接着呢是讲前言。那么之前伽马的堪布仁谦达吉呢，他有
分为3个部分，但是呢，这里呢，我们主要依据的是八思巴尊者的世事法50颂略译哦。那这部略译呢，也算是最早的一部吧，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读到的，最早的一部就是之前谈到的Jabba Gyaltsen 的那一部，还有八思巴尊者的这一部略译，就这2部。然后在之后的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那个著作。总之呢，八思巴尊者的还有至尊Jabba Gyaltsen这2部呢，算是比较早一些的，比宗喀巴大师的早一些。所以这一次在讲解的时候，主要的科判，我想会依照是世事法50颂略译，也是八思巴尊者的这个科判。所以总之呢，按照他的科判里面来看，那里面提到说，它有分前言、正文跟结语哦，这3个部分来看这个世事法50颂。那在前言的部分呢，分为2个部分，一个就是共赞文，那再来就是造颂的所宗。那首先呢是共赞文，首先是这里是方老师在念这一段的梵文，他先念一下梵文。那他的颂文就是德具贵胜金刚萨埵上位音，上师足莲如实恭敬为作礼。当然呢，这里的做的俺是培改的上培改的做研究生呢，第一个考虑的嘛，这下边呢，呢，这是多大概呢，文集爱乐净或者发净心，当护如来金刚智噻，那都是这多，他第一个，给那是什么的？鲁巴哈写的嘛，的，确巴的这是多。这是理供文的部分，这里是用的是日称的那个翻译，所以是文以爱乐发净心，当获如来金刚智。좀点把那看上去半点多是什么年头拒绝把那么些给别把继续对起来噻，都是也行吧。我呀，大点了呀，这些都对的下边呢。大点了这呀。里简单做一下解释。가장 공식은 시 간제된 제바부 수인 세워야 말에 경계되네 그걸로 쉬는 배기 교낭이므로 那这里用一个释难哦，那这部论，那里面的总义有这么一段话，他提到说，这里说，这里我们所信仰的本尊，或者说欲求的本尊哦，这里就说要向这里我们所信仰的欲求的这个希求的本尊
来做供养。如果不向我们欲求的本尊做供养的话，其他的本尊是无法帮助我们达成所希求的结果的。所以呢，这个作者在内文之前呢，会先向这个本尊做这个供养。所以总之呢，这段话呢，就是这一句呢，尊胜金刚萨埵，它里面的第一句呢，主要是宣说它的目的。接着第二句是宣说供养本尊，对于所信仰的这个本尊或者说上师做供养做礼敬。所以第二句就是上师足莲如实恭敬为作礼。那接着第三、第四句呢，就是清净叙说依止比，经总集说其静听。那这第三、第四句呢，是宣说这个所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那至于说这个所权跟能权它里面的这个关联性，就在文中呢，正文当中都会谈到，就不另外在这里再说了。所以总之呢，这个礼供文或者供赞文说了目的，第一句是目的，第二句是供养的对境，第三、第四句是讲说了整个这一部论他想要说的内容是什么。所以首先呢，第一句就是目的，就是得具贵胜金刚萨埵上位因，这就是目的。那么首先呢，为什么作者在一开始要向这个上师做供养呢？那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令这个著作顺利圆满，第二个就是令他人得以进入此论。那什么叫做令著作顺利圆满呢？就是让这个作者，就是巴比天，在他著作之前，向这个他的上师或者本尊礼敬，他就能够圆满他的福报，累积福报。因此，他能够消除各种非福业，消除各种这种非除业的障碍。不只是他自己这个作者，而且还有后世的，譬如说我们讲说这部论的人，讲说者，还有听闻这部论的学法者、闻法者，只要我们接触到这部论，讲说也好，学习也好，我们在一开始听闻到这一段话也一起来做礼敬的时候，我们也如果发自内心的来礼敬上师的话，我们身为讲说者或者闻法者，也都能够累积到福报，也都能够消除这个非福业的障碍，同时能够让我们这个教学还有文法能够顺利跟圆满，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目的。所以就是令著作圆满。所以因此它不只是著作而已。那因为只是站在
著作者的角度来讲是著作圆满，但是当后世来讲，这部论它还有讲说、教学跟听闻的功能，所以这一句话它就不只是只有著作圆满的功能了，它还有比如说教学，还有文法的圆满这样的功能。接着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作者，就是巴毗天，他在这里最开始向上师礼敬，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礼敬，他的这位上师阿舍利本身呢，是一位殊胜的这个士父哦，是一位值得这个皈依的、值得礼敬的这样一位这么重要的一位善士，这样一位大丈夫，这样一位善士。所以，因为透过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也让后世的人知道说，哦，上师是很重要的，也让后世的人知道说，应该要重视这个上师。无论是当我们要修持小乘，或者说修持大乘也好，善知识上师都是必须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这样一位善士、大丈夫，或者说殊胜的士父哦，这样一位阿舍利，这样一位上师是绝对是必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一个礼敬，就会让后世知道说要礼敬上师，以指向着这样一位上师是很重要的，也因此会对于上师升起信心，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这就是指说能够令他人进入上或者说对于上师生信哦，进入上师就是升起对上师升起信心是这个意思。那么所谓的这个大丈夫哦，或者说善士哦，是什么意思呢？那至尊扎巴讲尊呢，他的一个解释是说，是指说正悟之见者。那这里的见知见呢，就分为两种，有世间的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有这两种。那么世间的正见呢，它指的是说相信因果，相信业因果。那比如说像有不相信因果或者诋毁因果的，像顺势派的这样的人，那样的人呢，他们不认为说是没有因果，所以像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就不是应该我们去礼敬的这个对象。相对的，那些相信因果、业因果，而且如法的止恶行善的那样的人呢，就是我们应该要礼敬的对象。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他真的相信业因果，真的觉得说业因果是真实不虚的，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就值得我们礼敬，就是这里的意思。那么我们从这个祭文当中如何得知我们礼敬的对象也就是上师，他是一位了悟世间正见，或者说这个相信因果的人呢？从这个供赞文里，这个上师足莲如实恭敬为作礼这句话可以知道。因为这样正确殊胜的因那就能导致殊胜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礼敬上师足莲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原因，就能够得到贵胜金刚具贵胜金刚萨埵这样上位，就是这样一个果位的这样的结果，就能导致这样殊胜的结果。所以透过这两句，我们就可以推知
这样的上师，他是具备世间正见，相信因果的，了悟了世间正见这样的一位上师。所以这里呢，我们礼敬的这个对象哦，它具备了2个特点：第一个，具备世间正见；在同样第二个，它也必须要具备出世间正见。那么前面第一个讲过了，是什么呢？世间正见就相信因果。第二个出世间正见是什么呢？是指空性与悲心无二的智慧。那么在这里，我们礼敬的这个上师，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具备了世间的正见，而且他也具备了他也要具备了出世间的正见。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具备了世间的正见呢？从这个文中的文字怎么知道我们礼敬的上师他具备了这样子的空性与悲心无二的智慧呢？从德具贵胜，金刚萨埵上位因这样的句子可以知道。那这里的文解释，我们后面再做解释。所以因此呢，这里我们共赞的这个对象，或者说礼敬的这个对象哦，也就是我们这里这个阿舍利也好，或者说上师也好哦，他是要了悟了世间还有出世间正见的这样一位大丈夫，或者说善士，或者说他的心绪中已经具有这样的了悟哦。다디네 그 거바드 된 다디제래 뒤베든 뒤드는 쉐비미나 너 최저당 가사디 잠바 탐제외 뒤드는 때미나 뒤드는 간데 슬라비나 당보들래야 那 아니 么接下来是一个总说哦，这里有提到这个静听，这里提到说要静听，要很恭敬的来听闻。这一句话，这2个字哦，是什么意思呢？它最主要提到的就是恭敬的来听哦，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师跟前，或者说在什么跟随上师的时候，我们身口意要恭敬，比如说最开始要献供啊等等。那要听的是什么呢？听闻这个总集说，也就是说，从各种序典当中总集所说的这些各种的依止上师的各种的内容。那这些总集依止上师的正确的所说的内容，它是出自哪里呢？是清净序。那这些从清净序当中啊，他都讲很多依止上师的这些正确的方式。아니지 라메기 샵라 아니 베 뚜이 라메 샵기 베말라야 아니 아주에 고유 뚜이네 아니 마셰기스 而这些清净的序呢，是必须要恭敬的来做解释。
所以说如实恭敬为作礼哦。所以这样礼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得具贵胜金刚萨埵上位因。那这样的内容是自己编造的吗？不是的。所以这里说到说清净序说，所以因为这样的内容是所以说它是清净序典当中所说的。虽然有序典为依据是可以的，但这样是否有重复？就是说序典都说了，为什么这里又重复提到呢？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但不会的。因为呢，一个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序典都读完，所以这里有一句文中一句话叫做总集说，所以这3个字就消除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以上呢，这是一个总说，解释了这一段话他要讲的意思，就李共文。接下来我们就解释字义哦。람상디 처리치하마주 제자다 레저드 벽에 장 shum고세 바다 벽에 랑 통단 지시 강도도로 쉬어봐 다들야 반대 도지 선배 내도 규규바 라면 샤기 배면 지신 뒤체내서 다等于 那么刚刚呢，主要是总说大概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这2句得具贵胜金刚萨埵。这里我用的解释是另外一个翻译哦，那比较符合藏文的一个，也是早期的一个翻译。所以总之呢，是这里接着解释说，依照印度的一个注解本具贵胜金刚萨埵的这个具贵胜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这里的意指呢，这个皈依等等，还有等等这些福德资粮，还有修持圣意菩提心的智慧资粮，就是福慧二资粮的意思，就是这个八，就是具贵胜，或者以制度来说，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资粮，般若方便、愿、智跟力呢是智慧资粮。那精进度和禅定度呢，则两边都属于，就福慧二资粮都属于。所以总之呢，具贵胜就是八或者施力这个词，它指的就是福慧二资粮。真的呢，金刚萨埵呢，它的意思是符合无断等等这个金刚七义，因此它称为金刚。라이왕 예진이 라고래야 기대야 천사 도지 디 장송 쇼동의 루발레 배 주변인스들 쓰고 제가 아는 장송 쇼동의 루발레 주변세제 아니 배 천사 배 시라기 바르쇼다지 도션 부르시 도시인데요 있어 他们인디는 배他们一般会说这个金刚呢상생이 도지디 뭐 인천 코아점기 아니 루마디조디 가르람상베 다다치는 부이게 와르스네 지시 시에도와 야게디 시에당지 간달 전에베 다파이기 다 천재 현민도 님도 다파다 러민이 거기는 주고 디두산 러민지 조베 전환 사실시 돼야지 근데 저기 천재 总之呢，金刚就是一种武器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会说，就是非人一听到这个帝释天还是这个梵天还是帝释天手中所拿的这个金刚这样的一种杵，金刚杵。总之呢，一种武器他们是非常害怕的。像现在我们会说叫做金刚钻，或者一般就是说钻石就我们说所有的宝石当中
可以说最坚硬的吧，硬度最高的就是这个钻石，它也就称为叫做金刚。所以由于它符合了这样的无断这样的金刚七义，所以也称为这个金刚。도시 사야되지. 아니, 에, 삼바 사야돼, 사토 사야돼, 아니, shum바 매봐, 민지과, 냠버 민요, 디차는 삼바 있어. 然后再来，由于它是勇猛不退却，所以称为萨朵。所以它又是具备金刚，又是具备萨朵这样的定义所以它就被称为叫金刚萨朵。所以总之呢，这里就有许多的这个解释다 도지 찬체비 공파 예방所以 공파데 总之，这样的金刚萨朵，它指的呢就是这个金刚持的这个果位。所以为了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果位，那如何能够得到呢？要得到这样一个具贵胜金刚萨埵的果位呢，那就必须要这个礼敬上师。然而，只是听闻到，或者说知道，礼敬上师，懂得这样的文字，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吗？是不行的，而是首先要听闻，然后要真正，接着要如法的去依止上师，然后真的这样去行持圆满资粮，然后才有可能真的得到这样子的果位。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必须听闻了这样子的事实法的内容，然后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如法不如法的内容，然后接着呢，精进的带着恭敬的心，还有精进的努力去这样去做，才能够真的达成这个具贵胜金刚萨埵这样的一个果位。所以这样的一个果位第一句，它真的就是必须如法的依止上师才可能达成。但要能够如法的依止上师的前提是，必须要正确的学习怎么样才是如法依止上师。所以必须就要学习事实法无实诵。所以在这部印度的注解当中，就举了一个这个例子，他说就如同罗摩衍那这部史诗相似。那么所谓和罗摩衍那故事相似依据这个噶当派祖师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部罗摩衍那这个故事，总之这是有这样一部故事，这样一个史诗这是印度的一部重要的一部这个著作，一部古籍。所以噶当派祖师就说这个罗摩衍那的这个故事他著作的真正的罗摩衍那它不是他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本子手抄本，也不是这个在讲说这个故事的这个人他所记忆中的所说的这个故事，
都不是。就是说文字上的那个也不是，大家在说的那个也都不是。所以真正的罗摩衍那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所以都也不是那个文字，也不是大家在说的，都不是。所以真正的故事，罗摩衍那的故事是什么呢？是这个罗摩的那个妻子，就是悉多。当他被这个罗刹王就是石井主抢走之后，这个罗摩为了救他他发起了这个战争。总之，这些行动，这些真正的行动跟实践跟这个过程这才是这个罗摩衍那真正的这个故事。换句话说，这当然罗摩衍那它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一个印度这个古代印度的一个这个神话。总之呢，在这里呢，就借这样一个罗摩衍那的一个神话或者说史诗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罗摩衍那的真正的故事不是文字，也不是大家在说的那个故事，而是真正发生的那些真正所以说发生的那些事情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要做的比喻是什么呢？就回到我们施施法五十颂，就说真正的施施法不是文字的施施法五十颂。比如说收录在这个丹珠尔藏经当中这个藏文的这个文字，我们说这是不是施施法五十颂呢？不是。那或者我们问说施施法五十颂是不是我们这个上师在这个录音上教授录音下来之后的那些内容呢？也不是。还是这个录影下来的这个在教授录影的这些内容呢？也不是。上师的开示，录影的开示也不是。还是呢，我们学到之后，我们心中可以想到的这个施施法五十颂的内容也不是。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施施法五十颂呢？是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无上的果位，也就是这里所谓的金刚萨埵的上位，或者说这个金刚持的这个果位，我们为了得到这样无上的果位，然后我们真切的、如实的去依止上师，我们真的这样去实践、去做到，这个才是真正的施施法五十颂。所以就像有一句话是我们会这样说야나 디게지 오늘 전에 슝기 전당 오마로 대바 이소도 루세 이소 베게바 가르치시면 디토 마도지 소수의 라랭외리야마 즉 라랭 단모도 붙이지 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就变成只是文字上的学习，佛法就只是文字上口头上的这个学习，完全没有感觉，而同时也没有落实，也没有实践。也就是说，在和你的生活是没有关联性的了。那这样子呢，就不是真的佛法的修持。所以，同样，施施法五十颂这部论，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得到无上的果位。那要得到这样的果位，你就必须真的去依止，正确如实的去依止上师。那这是这部论最主要的意思，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在菩提道灯论，过去这个高当派祖师在解释菩提道灯论的时候呢，有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所以呢，我们这里也可以拿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他用了这个罗摩衍那的故事来做解释。所以接着呢，这里提到说要上师足莲哦，来做礼敬。那这里说要恭敬上师足莲哦，由于说上师他可以说教导布施我们这种甚深和广大的佛法，还有各种的口诀，帮助我们得到利益跟快乐。它就像是教导我们佛法的，如同父亲一般。所以理当是我们应该要礼敬的对象。所以无论是上师或者我们说上师的足部哦，我们要像是，所以是就是对于上师足部也像是这个莲花一样，所以称为莲足。我们要恭敬为作礼。당하는 신기 첩업 꾸들 첩으로 봐. 차차로 봐. 꾸들 차와 봐. 진짜 차는 라마사지. 这些是不那么送出去的话，当然大点这边的这个原点土木的点呗，那么提起다 샵기 빼마스 럽두산에 샵에 인나 빼마 인바스다 샵디 빼메 수수께치 어디 샵기 빼마래야네 그게 자식이 소이 말 다 샵기 빼마래야 차체 순주사이 샵기 빼마람 가사骑行对前的啥个骑行那这啥的，里接着提到说要如实作礼哦。那如实的去礼敬上师的足莲，如实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不违越啊这个序典仪轨，或者说这些序典当中所说的那样的去礼敬。比如说，在跟上师请法的时候，一开始要做什么呢？要献供曼达，或者说要祈请啊等等。所以这里如实的意思，或者说叫如法，这里翻译是如实，就是不违越仪轨啊，还有经典所说的那样去做。所以这里上师足莲哦，是比喻说上师的足像是莲花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赞叹、赞颂。那所以文中呢也提到说恭敬一词哦，它的意思呢就是礼拜，所以也代表说三种恭敬、三种供养，所以也就代表了身体上的这个礼拜，还有语言上的赞颂。所以上师足莲啊，它就是赞颂嘛，然后还有礼拜，就是身体上的礼拜等等。那还有身体和语言的供养呢，需要具备心意上的恭敬哦，所以自然就具备了第三种心意上的这个供养。那么在这里，印度的解释注解当中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那这里我们这里是对于我们难道不需要向佛菩萨做礼敬吗？为何我们只向上师做礼敬呢？在这里为什么主要将上师作为我们礼敬的主要的本尊呢？它原因在于说，主要有两个原因。因为上师呢，他对于我们有着特殊的恩德，或者说有着特殊的照顾和恩德。第二个是说，上师即是一切佛的自性身，
有这两个原因。什么叫做对于我们有着特殊的照顾和恩德？也就是说，当然诸佛菩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虽然说诸佛菩萨的功德是比上师更为殊胜的，但是呢，上师的恩德呢是更为深重的。因为上师是真的在一步一步在指导我们的这个人呢是上师。第二个原因，所以他对我们的恩德是很大。第二个呢，原因是说上师是一切佛的自性身。那后面呢有提到的内容的就是说上师释法五十颂当中有提到，就是说他是一切诸佛的事业的自性化身等等。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一切诸佛菩萨他只有他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对于无论是跟他有缘的还是没有缘的这个有情众生，因为众生有非常多的，有的是跟他有缘的，有的是跟他没有缘的，等等，有的是菩萨可以调伏的，有的是这个无法调伏的，等等等等。甚至他们要把基不基样赢点不去，但真这个那么点钱呢？真这个团呢，咱们这确实能，真这个团呢，这把相当于呀，真这个团呢，那果然这我来是那个确来没法给。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菩萨他得视现成为一个凡夫的样子，那一般的凡夫才愿意接受这个度化等等。所以，视现为凡夫相的这样一位上师，他也是非常有恩德的。所以这样来说，对于我们，因为我们是凡夫众生嘛，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在佛菩萨面前这样去听法。我们是凡夫，所以我们只能被凡夫的这样的上师所摄受。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上师面前去听闻法教，所以有点像这样的凡夫的上师呢，视线为凡夫的上师，他就有点像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身是一样，代表是一样的。所以由于这样等等的原因，所以我们会说，对上师做供养、做这个礼敬或者说对他升起恭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我想今天呢，大概就先讲到这里。身体的关系，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本来还觉得今天担心能不能够讲的，但我想还是不能够这个空着这个课。当然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我想的是对的，但是
这个因为很多的课程呢，并不是直接跟这个密法直接相关的，但这一部事实法无实诵，它直接跟密法是相关的，所以的确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因为它是如此重要，总之就很多时候就会有许多障碍，它越重要就会有一些障碍。所以，所以我觉得讲说者自己哦，我也是要非常的注意。那我希望听众也是要带着这个难得的这个心，然后对于这个法也是要很重视哦，也很难得，对于法要重视的心哦来听闻。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好的，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最后做课诵。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愿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速脱轮回海。祈愿开眼珍贵圣乘法，无所积聚一切众福善，回向一切众生皆得成。圣乘妙法无垢珍宝器。有集一切相瑞缘，能人教法常住世，持守佛教诸大德，相瑞严饰其长寿。